姑娘身子好一些了吗？敢问这位姑娘是？在下本名双儿，也是相国的义女，后来就被送给太子殿下。说是义女，只是说来好听罢了。不过，也是府中伤心人。姑娘千万别这么说，听你说来，我们也算是同病相怜。双儿姑娘，请坐吧。听姑娘说同病相怜，姑娘何出此言呢？姑娘之前的遭遇，我也听说了一些，也是为姑娘掬了一把泪啊。不过各中细节我还是不太清楚。姑娘若信得过我，大可与我聊一聊，我也好替姑娘分忧啊。怎么说，我们俩也同是天涯沦落人嘛。关于我的事情，不说也罢，说了反而会增添烦恼。唉，要说烦恼，双儿如今在这府中的地位，也是不明不白的。本想等着太子妃入主，求个恩典出去，唉，谁料事事偏不如人愿。不过姑娘不同啊，姑娘与太子殿下从小青梅竹马，情投意合，又有那一纸婚约，也算是在皇上面前过了明路的。如今姑娘平安归来，本应是名正言顺的太子妃，可如今却也是落了一个被逼离府。双儿姑娘千万莫要乱说，依允回来就是想再看看延琪哥哥罢了。至于那婚约之事，我也早就不做他想了。切，少在我孔双双面前来这套，你的演技还能有这个资格？还差得很呢。那是双儿唐突了，说错话了，还请姑娘不要怪罪。姑娘放心，太子必是守信之人，肯定会履行当日的诺言。只不过这几日是不太清楚怎样面对晴柔姑娘罢了。也希望晴柔能多为我说几句好话，早日让我离开这儿吧。说了这么半天的话，姑娘累了吧？慕容姑娘，你好好休息吧。双儿先告退了，咱们改日再叙。哎呀，死阿广，我又不是3岁小孩了，还拿这个唬我。这个你不喜欢，那你看看这些，有你喜欢的吗？独孤远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和太子回来的第2天我就回来了。那你为什么不回王府啊？你是还在生我的气对吗？即使像我这样的人，看到你们在一起，也不可能做到心如止水。所以我想，还是等我能平静地面对你们的时候，再来见你。那你现在是放下了？哦，我听说那个慕容一羽是太子的青梅竹马。现在全京城的人都知道我这个太子妃是第三者了。第三者？哎呀，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懂，我现在快烦死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晴柔，你可以有什么事情都跟我讲。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那天我去找慕容一羽说话，没说2句话他就晕了，第2天他就要离家出走。那个该死的谢延琪不分青红皂白的，上来就把我臭骂一顿，说什么是我蛊惑了慕容一羽，是我把他赶走了。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？哎，这还没完，慕容一羽听到以后立马就跑过来找我了，说什么根本不是我的错，这本来就不是我的错好吗？他这么一说，倒好像真是我的错了。哼，该死的小白话。喝什么？
你不是要小白花吗？臭小白花，破小白花，好一朵美丽的小白花，好一朵美丽的小白花。独孤，你何时回来的？啊，刚刚回来。青柔，记着，有什么不开心的，随时来找我。我等你好一会儿了。等我干嘛？哟，是怕我去找慕容姑娘吗？你放心，现在给我100个胆子，我都不会去找她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想说，昨日有些过于急躁，语气偏重，希望你别多想。我应当相信你的。哟，您这是在跟我道歉吗？哎呦，小的可不敢，一定是听差了。太子爷，您辛苦了，小的呀就告退了。青柔，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，你也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与那慕容一羽虽曾有过婚约，但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我们就不要再提了。毕竟我魏国门的王妃是你尹晴柔，我心中也只有你一个人。你放心，待她痊愈之后，我会好好找她谈谈，看看她日后作何打算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会尽全力帮助她，起码让她日后不愁吃穿。这样一来，我也算做到善始善终了。其实，我觉得你们真的应该好好谈谈，谈谈这5年内究竟发生了什么，谈谈这5年前他为什么不辞而别。等到真相大白了，你也了却了一桩心事。要不，就算他真的走了，这些问题也会横在我们俩之间。青柔，你当真支持我这么做吗？当然了，难不成你认为我是那种很无情、很冷酷、很无理取闹的人吗？当然不是，是我无情，我冷酷，我无理取闹。哟，你还挺上道的。要在我们老家，肯定有个叫琼瑶的阿姨特别喜欢你，说不定还会捧你做男主角呢。琼瑶？算了，不说这些了，你还是赶紧处理好你和慕容姑娘之间的事情吧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的。好了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好一个美丽的小白花。小姐，哎，喜儿，帮我拿个花瓶过来，我要把这些小白花插上。好一朵美丽的小白花，好一朵美丽的小姐，慕容姑娘差人来过好几回了，让你到花园里去。不知道这丫头又要干什么，万一又晕倒了，我岂不是又背黑锅了？不行，最好身边有个证人才行。喜儿，你现在去通知太子爷，让他去花园见我，就说我找他有事儿。是。尹姑娘，你来了。停，请稍等片刻，我们还有一位 VIP 贵宾呢。尹姑娘，你这是……你可千万别误会，我只是觉得在咱们2个聊之前，你先跟他说一下比较好。
等你跟他聊完了，我们再聊好吗？那我就先不打扰你们了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依云，自从5年前事发，我寻遍了天南海北，也寻不到你的踪迹。这些年，你究竟去了何处啊？当年朝廷宣判我爹谋反之罪，可我爹为人忠厚，为朝廷忠心耿耿数10载。他是绝对不会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。当年，我也觉得慕容一家谋反之案颇有蹊跷。自那日判决之后，我一边寻找你的踪迹，一边暗中调查慕容一家谋反之事。唉，说来惭愧啊，日长年久，事无进展。还有，当年你慕容一家女丁皆为奴仆，为何唯有你一人的名字不见在册？此事是否另有他情啊？当年我慕容家被抄家时，我爹惨死，周家丁皆流放边疆，我与母亲等女眷也都沦为奴仆。就在我收拾行装之际，突然来了一伙蒙面人，将我强掳了去，把我囚禁在西院的一处别院当中，一关就是5年。就在前些日子，我被囚禁的地方闯进了几个蒙面人，我便趁着混乱逃了出去。你是说，当年你被一伙蒙面人所掳？是。你可还记得这伙人当中，身上是否有些明显的特征？他们将我囚禁的这几年，一日3餐均从门缝投入，依云不曾与他们见过，只是什么？我曾与一人无意中交谈，他是京城口音。京城口音？你可还记得你被囚禁之地？大致方位还曾记得，位于京城的西郊。西郊，5年呢？玉云，这些年苦了你了。燕琪哥哥，你可曾知道我母亲的下落？这……自你失踪后不久，你母亲她……就归天了。玉云，既然顺便，此事之中必有蹊跷。待我仔细查明真相之后，我必给你一个交代。燕琪哥哥，你可要替依云伸冤呢！依云，我必将还你一个公道。娘。
启禀太子殿下，属下带人赶到时，已是空无一人。可知此处为何人所住？启禀太子，此宅荒废多年，名册上并未记载归属何人。太子，我等勘察此地，除了打斗痕迹，再无任何线索。尹浩猜测，定是有人怕走漏风声，故意而为之的。这样看来，慕容家一事果然有蹊跷。太子，宁浩，一定彻查此事，不可放过任何可疑之人。小姐，雪儿，谢延琪今天早上上早朝了吗？太子还是没有去上朝，宫中都派人来问了，可是太子还是不出门。喜儿听宫里人说，皇上好像很不高兴。这个谢延琪为了慕容一羽，连魂儿都丢了。刚送走了一个独眼染，又来个慕容一羽。我尹清柔的命怎么这么苦？主子，现在可不是置气的时候，你马上就要成为太子妃了，得为太子殿下分忧啊。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不过照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。是啊。bingo！ 对了，喜儿，你赶紧去帮我准备马车，我现在就要出门。啊？男神，未见其人，先闻其声，必定是女神来了。哟，看你这小嘴甜的。哎，轻柔，你还真把我这儿当自己家了，说来就来。那当然了，咱俩谁跟谁啊？尹兄，你这妹子真是越来越像你了。惭愧啊，惭愧。你惭愧什么呀？我丢你人啊？没有。哎，小四，说正事儿，我这次来是有事儿找你帮忙的。哦，所谓何事啊？你知道慕容的事儿吗？小王确有耳闻。我是想让你跟尹大哥去帮我劝劝谢延琪，他已经好几天都不出寝宫了，皇上为这个事儿都发飙了。你们儿女情长之事，外人去说又有何用啊？哎，你忘了你曾经答应过我什么？四王爷，太子爷与我等去查看囚禁慕容姑娘的地方。5年前慕容家之事有莫大的玄机。哦，果真如此？那当然了，你以为我尹清柔会为了感情的事情烦你啊？我这是为了江山社稷，好吗？算了吧，就你那么点小伎俩，我还看不出来啊。不过晴柔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三哥和慕容那是青梅竹马，要不是因为遇见你，三哥恐怕为了她一辈子不娶也说不定啊。哟，你还为他说上话了。再说了，你刚才不也说，要不是遇见我，既然他都遇见我了，那自然这些就不一样了。哎呀，我也不管别的了，反正总不能让谢延琪为了一个慕容一羽就丢掉太子之位吧。没想到啊，你有这么高的觉悟，三哥遇上你真是他的大幸啊。这个不用你告诉我，我都知道。哎，这个忙你到底帮不帮？不帮。哎，你，那我还算是朋友吗？够哥们儿。那还用说啊？王爷，尹将军，太子殿下偶感风寒，恕不见客。哦，是吗？那我就更应该进去看看了。三哥，听说你病了。三哥，哎，坐着歇就得了。我这是没办法。三哥，四弟，你这是何故啊？听说三哥身体抱恙，骨肉兄弟哪能不来探望？
哎，算错了。哎呀，哎，行了行了，你就别算了。瞧你现在这精神头，就是别人把你给卖了，你还得替别人数钱呢。哎，阿光。那就好，双儿熬了一些参茶，给姑娘补补身子。多谢双儿姑娘。慕容这次来到太子府上，府内上下看到依允都是一副敬而远之的模样，真是寒心。可是唯有双儿姑娘对依允关爱有加，慕容实在不知该如何报答。已是有了那晴柔姑娘。好妹妹，你不能总是这样想，你也该为自己打算打算呢。如今，你与太子殿下也是情真，只要你努力争取，那一定可以挽回的。可是，那晴柔姑娘待依允不错，依允怕是……妹妹，你才来王府几日？那尹晴柔在府里只手遮天，所有人都得听命于她，所以大家才会对你敬而远之的。唉，如今在这府中，姐姐也是苟延残喘。姐姐莫要伤心，那晴柔姑娘果真是如姐姐所说的吗？那还有假？好妹妹，你与太子殿下本就有婚约在先，如今你又平安归来，自然是要履行婚约的，任谁也不能说三道四啊。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？这，妹妹，姐姐一定会帮你的。儿臣参见母后。哟，是太子殿下，真是稀客。不知
母后召儿臣前来，所谓何事？我听说，慕容家那个逆子慕容依允在你府上。正是。你为何不将他交与刑部处理？儿臣怀疑慕容家一事，乃是被人陷害。儿臣正在彻查，更何况这依允与儿臣亦有婚约在先。你那女子的婚约早就作废。在儿臣这里不曾作废。哦，那你是怎么想的？儿臣只是不想再一次对不起他。那你想怎样？难道要立她为太子妃吗？喂，太远了，太远了！坐下去。3、2、1，开始。我可是良家少女。好吧。一呀，你开始。有，